官粮你们都敢抢，给我拿下！去你的！敢抢官粮！住手！去！统统住手！国主，快起来！国主小心，他们可都是暴民，他们还抢送给前线士兵的粮食。他们不是暴民，他们是我大唐的子民。是朕对不起你们，没能给你们好日子过。把这些粮食发给他们。可是国主，如果把粮食都给他们，前线的官兵填不饱肚子，那哪有力气打仗？前线的官兵打仗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朕，而是为了这些大唐的子民。他们现在连温饱都得不到，还要你们做什么？厚德，传令下去，将宫中储备的米粮发于百姓和官兵。还有，从即日起改变宫中饮食习惯，1日2餐，清粥小菜即可。是。谢国主，国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，快把粥送过去吧。是。将士们辛苦了，快吃个饼吧啊！谢谢娘娘。来，宫里御厨蒸的窝窝头，趁热吃吧。谢谢宝姨。是。各位，你们辛苦了。谢谢国主。谢谢国主。吃吧。谢谢。来，这还有酱菜呢。来，吃吧，吃吧，趁热吃点啊。谢谢娘娘。拿着。为了1年了，朕心存着对江南的一念之仁，迟迟不肯降旨攻城。娥皇啊，曹彬麾下的将士们早就已经不耐烦了，朕是维护不住了呀。朕唯一能做的，也就只能严令曹彬和诸将们不得滥杀，不得滥杀无辜。你能体谅朕吗？启禀皇上。什么事？皇上，晋王求见，说有紧要的军情10万火急，要与皇上商量。臣弟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什么事？皇上，有一个叫侯志的人从金陵城内出来，说金陵城内粮食短缺，早已经人心惶惶了。皇上，这金陵城的百姓早就没有力气反抗了，现在正是攻城的最佳时机，该攻城了。哦，最重要的是，前方传来消息，说守在九江湖口有一个叫朱全晕的大将，暗地里造了很多的小船，准备火烧浮桥啊！皇上，您想想看，如果朱全晕的计谋得以成功的话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宋军的粮食补给很可能出现问题，而且连曹彬的大军也会因为朱全晕的人马东下而遭受到两面夹击啊！皇上，这可非同小可呀！曹彬围了1年多的金陵，不但无法攻破，很可能连后路都没有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好，朕就降旨曹彬，让他给李煜最后通牒请降，否则就攻城。皇上圣命。国主，臣刚刚得到消息，朱全晕烧浮桥的计策，因风向突然改变而没有成功，反而烧了自己。他兵败殉国了。朕连最后一搏的机会都没有。国主，
国主，这是城外宋军送进来的。曹彬给咱们半个月的时间出降，否则他将大举攻城。国主，臣粉身碎骨也难报深恩，何况臣有负先帝所托，要背城一战，臣愿率先领命，以死报国。国主，臣想的是背城一战必将伤亡惨重，如果这一战有胜算的话，死再多的人也值得。可是，这一战如果只是陪葬不必要的性命，有必要吗？国主，许攸，身为臣子，作为朝廷的一员，命岂是自己的？臣子的命早就该奉献给朝廷。你要是贪生怕死，你可以尽管选择逃生，没有人逼你。徐大人说得对。朕不能只想到自己，忘了百姓。国主，到了这步田地，为君为臣都一样，求死容易，求生难。要死只不过是一包毒药，一条白绫而已，有何难哉？但是，国主，臣愚昧，臣斗胆，臣有不庆之情，请国主忍一日之辱，全9庙之辞。臣请国主保100年之身，续万姓之命啊！国主，请忍一日之辱，续万姓之命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，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番滋味在心。
军大败，宋营发出最后通牒，要朕献降。国家是保不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朕无颜面对江南父老，也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更不愿受肉袒降敌之辱，唯有一死，一血赦尽。臣妾明白，不管怎么样，是人间是天上，甚至是刀山油锅、烈火熊熊的地狱，臣妾都紧紧地跟着你，不跟你分开。大家别哭。哎呀，金陵已经危在旦夕，有什么用呢？本宫担心，一旦宋军进城，只怕名节和性命都无法保全。所以，趁现在还能走，有地方可去的，就走吧。娘娘，那您怎么办呢？娘娘，我们不走，我们要跟娘娘在一起。国主身为一国之君，必然要与宗庙社稷共存亡。本宫忝为母仪，当然要与国主同生死，共患难。娘娘，我们大家的意思都一样，我们受恩深重，无以为报，又怎么能离开唐宫，苟且偷生呢？是啊，我们身为当宫之人，死为当宫之鬼啊！我们要追随我们要追随我们突然不走，国主，不走啊！国主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宫。你们的心意，朕都明白。是朕得良福薄，带累了你们。你们都听朕的，全部都出宫去，到敬德宁院静候消息，一个都不许留下。国主，国主，您就成全我们大家这片心吧。我不要留下。好，既然是获罪于天，无所导矣，那就给后人留个榜样吧。大家听好，我们以火为训，只要你们见到宫里藏书阁起火，朕和国侯就跟大家相约来世。谢国主成全。大家下去吧。宝仪，你暂且留下。国主有何吩咐？朕平生与文字结缘，情深爱笃，不过也到了缘尽情灭的时候了。朕不忍这些文字典籍与朕相离，你把它们全都搬出来，一册不留，架好柴薪。成破之时，就让这些文字陪朕一起化作青烟，散入红尘。国主，您刚才不是跟大家约定要烧藏书阁吗？你听朕的。国主不忍大家呀。
是。苍天在上，弟子曹彬及诸位将军在此祈愿明示，请保佑我军出征顺利，大获全胜。同时，我在此向天发誓，攻入城后，一定严守军纪，绝不伤害无辜。如有违者，愿遭天谴。以此为誓。以此为誓。国主，请准臣带兵出城抗敌。陈大人，国主，您不许臣赴沙场，不如以拒命之罪诛臣。陈大人，回去护着你的家人，带他们走吧。国主。国主，城门破了。国主，臣毙命今日，聊存臣戒，所憾者有负先帝重托，虽死犹残。统统烧掉，一本也不留。给朕烧！烧！朕身为一国之主，不能保为社稷，唯有以身殉国。国主殉国，臣妾殉父。
国主，娘娘，请准许宝仪和你们一起赴死。国主，娘娘，国主，娘娘，国主，娘娘，不能跟国主一起殉国，请准许我们一起死。国主，我等愿跟国主一生殉国。朕身为一国之主，不能保为社稷，唯有以身殉国。国主殉国，臣妾殉父。国主，娘娘，请准许宝仪和你们一起赴死。国主，娘娘，国主，娘娘，国主，娘娘，不能跟国主一起殉国，请准许我们一起死。你们不可以。国主，国主，国主要以身殉国。您走了，宋军进城，这百姓靠谁做主？您这不是要驱我所有江南百姓都落入大宋的豺狼之口吗？国主要以身殉国，臣等也应该以身殉国呀！不，你们不可以。国主，臣等误国误主，原本万死亦不足此急救，但是金陵数十万百姓有何所依？国主一向孝慈仁善，国主一向悲天悯人，连蝼蚁都不忍伤害呀！有何人在这最后关头只求自己解脱，置亿万生灵于不顾啊！国主，国主，国主，臣冒死，请国主为天下苍生向大宋请命啊！国主，国主。谢主伦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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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阁下，想必就是李六郎吧？国主，李玉率陈留，戴罪军门，
请接受国玺和降书。快快请起。阁下言重了，末将甲胄在身，下拜不及大。李煜今后的行止如何？请将军指教。这个请您放心，皇上已经敕令，在汴河的风景胜处，为阁下准备了一所大宅，专供阁下安居。不过，在下提醒阁下，现在能够多带的，尽量多带一些，否则鬼有司接收，再如册籍之后，您要再想拿，可就拿不回去了。多谢将军指教。好，我会派船和军士，专供阁下运输辎重。你只有1天的时间，我们后天一早就北上汴京。多谢将军体恤。国主，不要再叫我国主了，国已不成国。我已经不是一国之主，记住，从今而后，只有亡国献相，遗臭万年的一介匹夫李煜了。不，在臣妾眼里，你永远都是国主，妾身永远要喊你国主。虽九死而不悔，都绝不更改。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在背后议论我李煜的吗？他们说我反复无常，庸弱无能，沉溺佛道，昏聩糊涂。你们叫我怎么面对江南的百姓？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？臣妾知道国主的内心之痛，也相信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和江南百姓，他们今天晚上没有人能合得上眼。可是，他们要是明白人，就该知道，江南不是亡在今天，不是亡在今天，那是亡在何时？他早就亡了。他亡在赵匡胤登基，先帝元宗立即以玉符锦旗金帛相贺那日，他也亡在扬州李崇进反宋，先帝巨源反而遣使大犒宋师那日，他更亡在先帝他自己逼宋迁都洪州，却留你独守金陵那日。谁让你这么说的？谁敢如此议论先帝？是姐姐，是娥皇，是他在临终前告诉我的，但他不让我告诉你，他怕你怀忧丧志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他还告诉我，国主天性仁厚，虽然国势衰微，但面对强敌，国主一定会忍辱负重，屈以维护。先帝传位给你，涉及百姓，
必能因你少受灾劫。先帝他的眼光没有错。这是真的吗？还是你编来骗我的？不，娘娘没有骗你。小的不会说话，可是小的伺候国主半辈子，小的什么都看在眼里，什么都看在眼里啊，国主。你看见什么？小的看见什么叫人善被人欺。可是国主，如果您没有忍耐到今天，大唐的百姓就不会多过这10几年的好日子呀。国主，你没有对不起谁，你没有对不起谁呀，国主。起来。就算天下只有你们知我，我李煜也不枉此生了。国主，江南江北旧家乡，30年来梦一场。无怨宫闱尽冷落，广陵台殿已荒凉。云龙远袖愁千片，雨打归舟泪万行。兄弟4人300口，不堪闲坐细思量。国主，今夜是除夕，宋军伙夫给咱们宫眷准备了饺子，还热腾腾的，您快点吃吧。来，吃元宝，年年好。我有时有一次春游踏青，望见一户破落人家的春联，只有10个字。诶，哪里放炮？哦，人家过年。我当时没懂，现在总算体会了各种滋味。这可是朕39年来最不堪的年夜。来年归为臣禄，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度日如年。就算年年都难过，可咱们年年都得过呀。
书上不是说天行健，君子当自强不息吗？国主，您先吃，我去给您烫点酒，弄2样小菜。40年来家国，3000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群枝作烟萝，几曾识干戈？一旦归为尘虏，臣邀叛变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公元976年正月初4，李煜带着南唐官员于大宋皇城崇元殿请降。朕屡次要你来京，你屡次拒命上朝。李煜，你可知罪？亡国之君，我罪当死，无需再说了。请皇上赐死，降臣无怨言。哼，你这算什么志气？你劳我天朝大军远驻江南超过1载，这为而不恭。是不愿伤害到黎民百姓，但你却不顾百姓的死活，拒绝请降。你不好好的反省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既然尔等来降，朕也要按照往常的惯例，赦免你们所有人的罪，按你们的官阶加封。李煜听封。朕封你为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傅，右迁牛卫上将军。还有，你屡次违抗朕的旨意，这普天之下敢违朕圣命的人，也只有你一个。所以朕要加封你一个违命侯的爵位。怎么，丢你脸了？还不谢恩？谢皇上恩典。江南旧臣和李氏成员，也都可视罪加封诸位大将军，另加赏赐冠带、器璧、鞍马。谢皇上隆恩。另外，所有臣僚都听着，往后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与李煜及其眷属有任何的接触、探视或往来。遵旨。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专为我而立，冲着我来似的？防什么？是怕我像对孟昶一样对李煜？罪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
谢皇上。入座吧。给侯爷斟酒。是。痛快，比起一听到要赐酒就痛哭流涕，生怕朕要毒死他的那个刘昶要强多了。皇上既然提起刘昶，臣就不由得想起他的一首名诗。哦，哪首诗？这里走，那里走，只是寻花柳。这里走，那里走，莫厌尽杯酒。你是比他强一点儿，但是在朕的眼里，你与他不过是50步与100步之遥。哼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臣何止是比不上刘昶，下阶酒为池，糟为堤。周幽王朝易醉，暮易醉。汉更始帝为饮酒，请侍中代朝。汉灵帝后宫办酒商以自娱。启东婚后，酒后自号无愁天子。隋炀帝绝命是为鸟声争劝酒，梅花笑杀人。这些皇帝，臣一个个都比不上。你自诩为前朝亡国之君，是认为自己并没有他们昏聩荒淫，却和他们一样亡国，所以你就心怀不平，哼，故意的嘲讽于朕是吗？皇上言重了，臣并无嘲讽之意。臣但以为所谓不平，可以让臣临池染汗，烟云舒卷，写尽平生悲欢，胸中快乐而已。朕知道你诗词歌赋巨精，朕命你就以今日此景为题，吟一联给朕听听。揖让月在手，动摇风满怀。你是说你是月在手，而朕只是风满怀吗？写景坠联，随性所致而已，别无他意。才思敏捷，一一成联。好一个翰林学士！统统都下去。是。一个是天纵英明的开国之君，一个是戴罪阶下的翰林学士。如燕雀鸿鹄，银光旭日，有什么好避人耳目的？李煜，可知道朕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了吗？你错杀良将林仁兆，视为不仁，其罪已也。
逼死忠臣潘佑，是为不智，其罪二也；答应朕要照顾娥皇之移情别恋，是为无情，其罪三也；怕死不敢来朝，逼朕大动干戈，这是无义，其罪四也。有此不仁不智、无情无义四罪，难道你还不该杀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江南以小事大，处处忍让侍候，罄竹难书这些都不用再说了。可是你设计诬陷，诱我错杀忠良，我是不知不明，如了你的意。可是你这样赢得漂亮吗？你口口声声因为我不奉诏而罚我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？朕是为了正义，为了天下一统，为了黎民百姓，否则朕早就攻伐你了。朕因为体恤江南百姓，不忍兴兵杀戮动干戈。几次在朝议里，朕刻意的维护你江南，而你却不能体察朕心，朕还不够包容你、忍让你的吗？如果你奉诏来朝，跟朕坐下来好好谈的话，朕还可以跟你商议如何的合并统一。可是你却不愿来朝，非要撑着一个小国，如今却落得如此败亡，这你还能怪朕吗？在皇上的身上，我看到的不是包容忍让，看到的只是霸气和权谋。你口口声声说天下统一是为了正义，为了百姓，可是你并吞我只有一个理由，你是侵略者，不是正义者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国君，但是我有与生俱来必须要承担的天命。朝圣意味着投降，不到最后关头，我有文人的傲气跟自尊，我要争个理字，我要争对错，我争的才是正义。放肆！不要以为朕不杀你，是手下留情。不杀你，就是要你苟活，让你尝尝国破家亡之痛。我李煜今天确实生不如死，我或许遗羞千载，但皇上对江南使臣说的那句名言，也必将永垂青史，被后世强盗土匪奉为座右铭。你听着，你在朕的身上看到了霸气和权谋，可朕告诉你，这恰恰正是开国之君应有的作为。你记住，朕今日不杀你，但在你有生之年，你的头顶上永远都悬着这把利剑。哼！皇上马上得天下，以一把利剑扩充版图，手上拿的是剑。罪臣没有这个本事，我不能马上争天下。如今国家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全都认输。不管我输得有多惨，至少我尽过力了，我输得漂亮。但我不是昏君，我没有错，我永远都不会退让。翰林学士终归还握有一支笔，罪臣将以这支笔延续我的生命，传承情感。千百年后，大宋千秋万世，但愿臣的生命也得以长存。我大宋能千秋万世吗？朕倒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世。
哎呦，国主！哎呀，国主，您可吓坏小的了！您怎么能扫地呢？这是小的干的呀！给我，我能做。哎，国主，您的手是拿笔的，怎么能拿扫帚呢？哎，让小的来。国主，这是靖王派人送来的信。下去吧。是。国主，你在看什么？靖王派人送信来说，如果我要有寻死的念头，大唐的旧臣子就都保不住了。国主，你一定要坚强一点。放心吧，就算没有这封信，我也会好好活下去，因为我答应过娥皇。更何况，我还有你。国主，你不仅有我，你还有笔。你的笔墨纸砚，臣妾已经按你的习惯为你铺排好了。往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都把它写出来。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你。风俗未泰，兵革且繁。正月燃灯，停废已久。今蜀创开。那当然了，皇上是洛阳人，美不美，故乡水；亲不亲，故乡人嘛。为了大宋万世基业，朕得找个时间，好好的跟大臣们
商讨一下迁都洛阳的计划。什么？你说皇上要迁都吗？哎，得了得了，你不要左顾右盼的，在本府中议论，一向不传六耳。有什么话说？是王爷，不过皇上还没有决定，只是不知道那花蕊夫人安的什么心，一意的煽风点火，大敲边鼓，说洛阳怎么好怎么好，惹得皇上心动，要召朝臣商议呢，更想亲临洛阳去看一看。哼，高啊，这个女人她不得了啊！她明知道本王是开封府尹，掌管经济重地，她却用这招釜底抽薪之计，一可以拔除我手中的权力，二可以金蝉脱壳，从此以后就在我眼前消失。哼，好，高啊，果然是高啊！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女人可真是狠毒啊！南唐王后，与南唐唇齿相依的吴越，自知势难持久。2、3个月后，吴越国主钱俶自动献国请降，钱俶被遣回国。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，终将吴越收入大宋版图。钱俶献国请降，而今朕总算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可收了吴越。如今这大江以南全归我大宋之版图，只剩下北汉这块弹丸之地了。皇上，统一天下看来指日可待。不错，朕要乘胜追击，以雪当年没能拿下他的耻辱。赵普，臣在。传朕旨意，命党禁为先锋，潘美、杨光义，还有牛思进，让他们5路进兵太原。臣遵旨。朕要御驾亲征。哎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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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落马负伤未愈，请皇上以龙体为重。是皇上，晋王说的对，如今江南已亡，吴越来归，我大宋国威正盛，区区北汉，何须皇上亲自督阵呢？是啊，皇上当以龙体为重啊！难怪老话说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自从这花蕊夫人进了宫以后，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皇上啊，一会儿要迁都，一会儿又要御驾亲征，重掌兵符。你说说，他这是吹的什么风啊？枕头风。赵普，你说说，皇上会不会对金贵之盟起了反悔之意啊？干脆来个一推625，死不认账。晋王，这事儿在下官肚子里不知琢磨多少回了。从眼下看来，确有征兆，不得不令人担忧啊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晋宋王爷5字真言，说：先下手为强。奉皇上口谕，传郑国夫人进宫。皇上找夫人有什么事？哎呦，小的只是奴才，这皇上要召谁就召谁，其他的奴才哪敢问呢？都这么晚了，这么晚进宫干嘛？这个小的就更不敢问了。这有的事情白天能做，可有的事情呢，还非得晚上才能做，不是吗？要召郑国夫人，除非皇上先赐罪臣一杯毒酒。哎，别，可别！您是违命侯，您敢违命，小的可不敢违命啊！郑国夫人，小的就在门外候着，您可别让小的等得太久啊！娘娘，
国主，就让他去等好了。我是不会让你去的。国主，与其我们在这里等，还不如让臣妾去。臣妾去听听皇上说什么。万一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是不会独活的。国主，大唐百姓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上，就让臣妾去吧。